参考现主时的组合，我认为有几项适合的代志。第一，卫生含遮水，这我拄则有讲过。第二，防日晒的烧热。第三，防避野兽也是人类的攻击。第四，看会到大海，万一神送任何船只经过，我袂使失去脱险的机会。这个期望我毋肯放弃。在找适合的所在的时，我发现伫一个小山边有一片平地，山坪我平地一头，行敢若一堵壁，无论是人也是野兽，拢无可能为顶面落来攻击我。伫石壁我平地的所在有一个凹凹，若像是山洞的空口，毋过事实并无任何山洞。伫石壁凹凹的头前是一片平坦的草地，我决定买伫遮搭布棚。这片平地看无100页，长大概2倍，会使做我厝前的草地。搁过导沿路降低，无改规则，一直到海边的价地。这是伫小山的西北北，日时山坪拄好会使遮日影。等日头行到西南照到遮的时，这个角度已经是会到日头直尾落去啊。搭布棚进前，我先伫凹凹头前画一个半圆，半径大概10页，直径头尾20页。沿这个半圆，我顶2排结实的漆仔，轻轻加顶入土，若像叉条亭亭徛出土面，悬5英尺半，尾溜尖尖，2排漆仔的中间相隔无6英尺。然后我甲为大船剪落来的缆索沿半圆形伫2排叉条中间一沿一沿相塔贴悬，一直到尾溜。我内底面搁采大概2英尺半的漆仔加固定，就若像加强的条仔骹安尼。这个威力有够勇，毋管是人也是野兽，拢入袂来，嘛爬袂过。这开我袂少的时间含气力，尤其是到树林错遐的漆仔。甲举转来，搁加讲入土底。这所在的入口，我所做的毋是门，是为顶面下过的一支底推。到内面，我就甲推收入来。我认为安尼我伫内面4颗链转为着受保护，含外界完全隔开。暗时就会当困甲真安稳，若无我无法度安心啊困。不过后来我发现，对我所担心的敌人，实在无需要谨慎甲即落款。我又搁出大气力，甲一切我的家伙，也就是顶面讲过的一切我的粮食、火药和物资，拢搬入围篱，嘛会使讲是我的堡垒内面。我搭一顶大布棚来遮雨，因为一年当中有一个时期，这所在常在落大雨。我搭的布棚有双檐，内面迄檐较细，外面搁搭一个较大的，窗顶面搁盖一檐油布，迄是我留落来的船篷布。我无搁困迄顶搬上花的床，我困吊床，这真舒适。原本属伫船顶的大户，我甲所有粮食和逐项惊失去的物件搬到布棚内。一切收藏好势了后，我踢断篱笆的出入口，开始使用底推出入。安尼了后，我开始挖石壁，甲挖出来的土含石头，经过布棚运出去，伫篱笆内堆做一个平台，悬约1英尺半。就安尼，我伫布棚后面挖一个山洞，做阮厝的地下室。我已经开解济气力含真济工，才甲遮个做好势。当我着翻头，搁讲起几件互我鬼心神的代志。我当伫进行搭布棚挖石壁的迄时，忽然乌天暗地，开始上大雨，闪死那搁弹雷公。我并毋是互死那惊着，互我着惊的是一个那死那遐紧的思想闪过我的头脑。我的火药。想着只要一个小爆炸，就会甲我的火药爆了了。
我规个心随起大惊吓。我毋但需要火药来保护家己，嘛需要火来拍蜡顾三顿。毋过迄时我无想到本身的危险，因为一旦火药爆炸，我连家己安怎死都毋知呢。